再过一个月就是总统大选啊！台中即阵阁掠到6件选举的搅盘，拢总有10个人涉案，已经签约到1500万，有一个主嫌防受押禁见。而且为着要闪追查，阁要求轿卡爱家己买虚拟货币来签，这是即届总统大选掠到的头一件虚拟货币签缴。 警方搜索黄姓嫌犯的坐车甲徛架，因为台中检警专案小组掌握证据，伊涉嫌经营总统选举赌盘，而且要求赌客使用虚拟的货币泰达币额度，已经收到缴钱将近600万块。其中有一名嫌犯是用泰达币来接受下注是要规避警方的查缉啊。我们会针对他的热钱包、冷钱包来做数位的间隙。 来做向上的追查动作。泰达币属于加币虚拟货币，甲美金的汇率是1:1，因此有隐蔽甲容易变现的特点。这也是这届总统大选头一件以虚拟货币额度选举赌盘的案件。你这就是我自己跟人家对赌的啊。台中警方也查到另外5件选举赌盘，张姓嫌犯感性组头再来顶高的人，以签单的方式提供额度，而且分为 PK 盘、牛票盘、三卡赌等3种不同的模式，当中。 是查扣签缴现金875万外块，也有电脑、手机等证物。密集执行了3波收居行动，总统选举赌盘6件10人，同时本案的张姓主嫌收押禁见1人。 警方顺后将相关的涉案人以违反总统甲副总统选举罢免法、刑法跋缴罪嫌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其中张姓嫌犯受押禁见，警方也对虚拟货币额度展开数位监视，向上溯源追查。记者台中报道。